今集預告，闊別一時嘅 NetChan 海膽將會俾3隻海膽大家去片。Hello， 大家好，又嚟到 NetChan 談賽馬嘅時間啦。咁呢集節目咧就係闊別一時嘅 NetChan 海膽啊，海外馬膽。咁啊，點解會闊別一時咧？因為首先好忙，第二咧，點解突然間又有翻咧？有原因。首先講個好消息先，好消息係有 NetChan 海膽，同埋今晚咧，杜拜美丹嘅4場賽事咧都會做直播。但係因為聽日禮拜六我有嘢做，所以做唔到新西蘭嗰6場直播，所以我就係拍咗3隻 NetChan 海膽俾大家啦，一條片立刻俾晒大家。咁啊，有好消息有壞消息啊，所以今晚杜拜冇 NetChan 海膽，淨係做直播，海外馬直播。聽日紐西蘭冇直播，但係我俾3隻海膽大家。事不宜遲，第一隻 S2 第一場，我揀1號嘅花田名區，而家暫時係6.8倍 win 2.5倍位置啊。呢場賽事咧是第一場一場愛沙尼馬場右轉1400米賽事。咁花田名區咧，首先第一件事咧，喺個同場同情啊，兩戰兩勝啊，同場同情或者係愛沙尼跑1400 2場係贏晒，喺愛沙尼跑4場贏咗3場，呢個馬場都好熟噶。咁啊，暫時掛牌係黏地嘅，咁啊呢隻馬黏地都唔需要擔心啦。你睇翻佢3月8號紐西蘭愛沙尼馬場跑1600米遠地啊，30倍大冷門贏馬嘅，爆冷贏一個遠地，咁所以佢黏地嘅性能咧，我係唔擔心嘅。咁啊，上場喺10月6號跑，亦喺個紐西蘭係咪呢個叫暫頓馬場，都係雷家傑跑贏馬，愛沙尼冇問題，雷家傑冇問題，黏變化地冇問題，1400啊更加冇問題啦。咁啊8檔亦都可攻可守呢啲位，咁啊揾佢做贏位兼頭家馬膽對象啦。好啦，咁啊第二隻馬揀第3場11號女莊家，哇又係雷家傑喎。好啦，女莊家嗱，呢場賽事咧 S2 第3場咧就係一場3級賽啦，右轉1600米啊，愛沙尼馬場。今日睇翻咯，女莊家，咁我哋又講幾樣嘢啦。首先第一，同場愛沙尼馬場跑3場贏2場，輸嗰場咧就喺1600米，就係上次啫。咁你話上次喺紐西蘭愛沙尼馬場嘅1600米係咪跑得好差？又唔係。應該係日本騎師咧，喬捷大央遠地跑咗個第4，輸1個馬位啫，唔係輸好遠。呢隻馬係守好位啊，跟前嘅馬，但係你睇翻馬會評語咧，居第6位走外碟轉彎2至更外。你一睇嗰啲描述都知道佢個形勢麻麻地，咁翻到嚟跑第4咁都算係咁嘅。咁啊，愛沙尼冇問題，1600米相信都冇問題。雷家傑得唔得啊？雷家傑得，上年11月4號雷家傑跑贏馬而回嘅嚇，亦都喺愛沙尼跑嘅。咁今次有個6檔，佢對於佢跟前守好嘅馬更加好啦。咁啊黏地得唔得咧？黏地亦都唔講得少。黏地佢上季即係上年5月6月喺澳洲跑緊嘅蘭域同英乙都係變化地嘅大冷地同遠地，紐西蘭馬去到澳洲跑已經係級數可能差少少啊，10倍同26倍，其實佢都輸得唔遠。蘭域馬場嗰場啊，跑第2，輸5個馬位比較遠啲，但係跑第2嘅。咁去到昆士蘭橡樹大賽1級賽跑第5，26倍輸2個馬位跑第5，其實都證明到喺一個較具級數嘅澳洲賽事嘅變化地咧，佢都跑得緊嘅，所以變化地又唔需要擔心。紐西蘭嘅愛沙尼又唔需要擔心，雷家傑唔使擔心，1600米我都唔係太擔心，所以呢隻馬暫時有啲賠率咧，都係繼續可以做贏位兼頭咧，同埋馬膽嘅。好啦，去到第3隻馬膽啊，係 S2 第5場
我又揀咗8號北漢魚流做馬膽。咁呢隻馬其實仲簡單啊，呢隻馬真係。我哋又睇下呢場應該又係千六米右轉千六米賽事啦。好，睇下北漢魚流啦，出道4場贏晒，咁啊跑過3次愛沙尼贏晒，喺愛沙尼未跑過1600，但喺里卡頓跑過1600贏埋，1600全勝，愛沙尼全勝，遠地都冇問題，跑過2次好地2次遠地都係贏，4次都係配加維德，今次又係加維德，3檔亦都好跑，咁所以所有嘅情況睇落咧，呢隻馬都喺呢場馬都係幾硬淨嘅馬匹啦，所以揀埋佢做贏米兼頭同埋馬膽對象嘅。咁所以呢場聽日紐西蘭賽事雖然冇直播，但係我介紹3隻馬膽俾大家。S2第一場1號花田名區，S2第3場11號女莊家，同埋 S2第5場嘅8號北漢魚流。咁嚟到嘅朋友記住俾個 like 啊！咁我哋開翻我哋個 YouTube 頻道先啊。YouTube 頻道有 Net Chain 嘅話，有 Net Chain 啦，Net Chain 頻道係本地馬頻道啦，同埋你而家睇緊嘅 Net Chain 談賽馬頻道，Net Chain 談賽馬頻道唔使講，大家知道海馬直播啦，直播賽馬論壇啦，職場足球投注分析等等啦，同埋香港賽馬頻道 Net Chain 頻道，2個頻道都撳訂閱按鐘仔撳全部，咁訂我所有新片，你都有個通知或者 notifications 第一時間知道啦。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都歡迎大家 join 下我嘅 Net Chain 頻道嗰邊嘅會員嘅，純粹支持。咁如果大家對於本地馬有興趣，咁可以參加我臨場分析或者係 Patreon 嘅超叻會員、極叻會員。不過呢啲我再喺 Net Chain 頻道嗰邊嘅 Net Chain 馬膽再詳細介紹啦。多謝大家支持，下集再見，拜拜。